即马伫正殿，甲大家绍介虎城隍威灵公。明朝以来，地方新北行政区，也则是兴建城池，官方会建立城隍庙以利祭祀。一级京都城隍封为升天监国司明神福灵灵王，二级虎城隍封为威灵公。台湾虎城隍庙创建伫明永历23年1669年，是为虎级城隍庙，所以称呼虎城隍，也则是威灵公。威灵公伫咧主神龛双手拱旗造板，设立雍容文威并济的神格，不但是百姓基督勇敢的守护神，更是亡者通往阴间的审判神。相传伫往生后，必先向城隍爷领取冥界的路照，就是通行证。伫城隍爷的幕僚群斟酌审视该人一生功过善恶，按算后向城隍爷汇报，以斩责亡者通升天堂，也则是落地狱。